课文20篇，诗篇90篇。主啊，你世世代代是阮的避难所，众山还未受造，大地甲世界还未造成。你永永远远是上帝。你互土造的人归回土粉，讲人啊，着回归原本。对你来看，1000年亲像过去的早日，亲像暗暝的一更。你用大水甲人冲走，人生亲像一场眠梦，亲像草早起时不痒，早起时发起来无声，暗时凋谢打去。阮因为你的受气消灭，因为你的大受气惊吓。你将阮的罪过摆伫你面前，阮秘密的罪伫你面前暴露出来。阮的日子拢伫你会受气的过去，阮的一生亲像吐一个气，阮的岁数不过是7十，若勇行通到8十，阮得到的不过是劳苦忧愁。人生亲像竹筏，10000年久就过去。啥人感受会到你受气的威力？啥人了解你受气的可怕？求你教阮会晓算家己的日子，互阮的心有智慧。上主啊，你什么时才要改变心意？求你怜悯你的仆人，求你透早就互阮享受你的慈爱。阮一世人充满欢喜快乐。你互阮一生有偌济艰苦灾难，嘛互阮一生享受遐济欢喜快乐。求你互你的仆人看见你的作为，互阮的子孙看见你的荣耀。主，阮的上帝啊，求你赐福互阮，求你互阮一切会工作顺利，求你互阮所做一切亨通。